因为我是你的亲妹。我觉得可怕的是，你还活着，还想尽办法不见我。10年了，我们终于见面，可是你找我的原因，却是要给陆耕农说情。我只能这么做。元豪，我今天到这儿来，就是因为看到你们俩的关系太假了，才来的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救陆耕农，你永远都不会见我，是吗？是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该做的，我还是会去做。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夏银，我要为死去的夏银报仇，你说服不了我。元豪，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没有嫁给你，为什么一直回避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亲妹。你是我亲妹妹，这样的谎言你都可以说得出来？啊？是陆耕农教你的？是真的。当初我离开你，嫁给耕农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你怎么知道？夏伯清亲口告诉我的。夏伯清这个人你都可以相信，他可以让你嫁给我，也可以让你嫁给陆耕农。为什么？在他眼里你只是个筹码，谁有钱谁有地位，他才让你嫁给谁。他是禽兽不如，他配做你爸爸？他肯定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要不10年来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7岁的时候，我妈去世，当时我已经懂事了。可是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还有个亲妹妹。就算你姓陆，那凭什么要交给夏伯清抚养？这是场阴谋。是，当然是阴谋。我见过太多阴谋了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没有人可以改变我，没有人可以动摇我，我必须要报仇。夏野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10年之后，你突然回来，不惜编造一个所谓乱伦的故事，来阻止我对付陆耕农。你以为我会相信吗？元豪，你知道我这10年里有多么痛苦吗？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但这是事实。别说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夏野了，我们当作没见过。走。别碰我！我要怎么做，才能让你相信呢？我只相信科学。你马上和我去做 DNA 鉴定，你敢吗？
就要2天左右。也快好。放心吧，陆总，我后天会联系你的。如果我不在，你把报告给我原助理就行了。我会联系你的。好的。2天之后我们看报告吧。宇航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有件事情想求你，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，能不能别再对更农施压了？他现在在医院，我怕他会垮的。对不起，这是我准备了10年的复仇大计，开始了就不能停下来。宇航，能别这样？如果化验报告出来我们不是兄弟的话，很对不起，夏莹，就当做我们从来没认识过。你可以尽管站在陆更农那边等着我攻击，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太荒谬了。请原谅我铁石心肠。喂，哪位？我是谁？你知道？你下楼来吧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你是夏莹？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也不许带通讯工具。你到楼下电话亭那儿来，在通知你见面的地方吧。喂，到哪儿？好。你是夏莹？对，我就是夏莹。不是陆更农编的替代品。陆更农那么做，其实为了保护我，请你体谅他。为什么今天肯见我？因为我不想看着陆更农被人杀死。看到有人被害死，你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对不起，小莫，你爸的事情我真的无能为力。对不起，夏莹阿姨，你说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。那好，只要你能够阻止陆远航不再害陆更农，我就告诉你爸的一切，包括他的死因。真的？真的，绝对是真的。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。好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我爸的东西给我。什么东西？我回国的第一天，你假扮清洁工从我家骗走的东西。你帮我办完，我就给你。不行，必须你先给我。这是银行保险柜的钥匙，不过你拿了钥匙，没有密码也没有用。我先相信你一次。那好，抓紧时间去阻止陆远航。我怎么找你？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。放心，我会随时找到你。
终于有人冒头了。谁呀？夏莹。他说，只要我能阻止陆远航报复陆根农，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。你信吗？银行保管箱钥匙已经给我了。120，保险箱的号码。可你没有办法阻止陆远航报复陆根农的，谁也没有办法阻止。可我不得不答应他。如果我不答应他，他根本就不会告诉我关于我爸的一切。你不一定要按他说的做，他才会告诉你吧？兵不厌诈。他是怎么联系你的？打我电话。